男朋友同我投訴，趁去廁所時候蝦佢啊！有冇呢件事啊？係佢啊！又好似我有個經過可以提供啊，負擔佢又蓄意間，佢居然推我埋牆，感覺打人下，後面個身底下痛，更加疑惑另一個操手下，甚至活啤喺面龐，更加又想以反鎖，被封口難開。呢位同學有冇做過？係搞錯咗啊！嗰位啊，唔係咁咩？啊？慢慢嘅。